后来这个无代志，莫走病院，因为惊病院无安全，有袂少慢性病患者拢安尼唔敢到病院去领药啊咯。所以健保署宣布放宽啊，4002间医疗院所的视讯门诊，专门拢通来使用。另外，只要是固定看医生的稳定的慢性病患，嘛会当用电话来看门诊。医师，谢谢。现在有不少的医院呢，都使用像这样子的线上远距看诊哦。那为的呢，就是来减少慢性病患者进入到医院就诊的机会。我们都知道说，像我们的门诊，慢性病心脏科的门诊，其实来院的比例其实非常的少哦。就是说，大概如果是40个患者当中，可能不到1半的患者会来。民众要先到病院网站去注文，甲医生联络后，决定同时的视讯软体，再去进行远距离的诊疗。是讲医生嘛讲直接问诊，安尼断了较准。如果医师没有直接面对病人或者诊治病人，听病人亲口跟诉说他的一个状况，好，甚至做一些理学的检查的话，的确有可能在诊断上，在这个诊查上都会有一些障碍。有不少慢性病患者都因为疫情的关系不敢来医院看医生，而有医院呢就准备像这样子的户外领药区，民众只要准备好您的健保卡以及医师开的处方签，您不用进到医院也可以领药。家属或者是病人自己，好，那或者是他可以委托一个代理人呢，就是去到他这个视讯诊疗的这个看诊的医疗院所呢，去过健保卡缴费领药。健保署表示，讲目前全台湾有707万名慢性病患者，健保署已经开放全台湾4002间医疗院所，拢使用视讯的门诊，那会用伫疫情期间继续提供慢性病患者照顾，嘛会使有效降低病人出门去为着病风险。